广大俺每个起步了呀，这种带的不够多，广大起步啥起步每个来着，当俺觉得没就其实马上俺就记住了，当俺等讲上就写下有没样讲上的，当你自己的工作模式去前面那俺都是参与式的被引进没透过写起，到国东就最用不来。那俺他们对这个咱们弄的对这个看来被解决是原本是的，他们对是那国东给的现在在那边，俺在那头上开全部修进噻，那讲上去前那么多，俺拍起节都是马的事。到都开开心么都，对面我就怕去三路东当这去光点当去都是那个其实俺这个怕那不，就是你这是光明的，但同我对对起了，俺同俺过百要路上，这问题我多那些毛真的路去同我样路的人，同我样路生意的哪里信息哪里信息，哪个没这个了把老师这个刚刚的，俺细数的几两子几两这个刚刚的人话嘛的，那几两修的讲样嘛，这个恐怕把培训因素，俺能没这个老师下山的。见我这个人这些，不过这个人这些是，马小梅中国的下特别西凉啊，是呢，就我西村的下电视的多家，那的呢，些中医的培训这边讲究的多，的那些牙齿最的多，老啥个这边结果那才我们做多，老啥这边对你个了，差不多个刚最怎么了吧，我能操作了，第你个下天的刚刚得拉着来，没就是看咱修到，别管他创下，我这的看咱修到，但我现在嘛是学。那天看的，但是我们都图样嘛的，我讲了同钱的嘛，都图上嘛的，果然看的没那么这大家的全部那看全部那，就穷余的吧，就我们大说一下，记住了他这边农民下女这还是刚刚女，就我下天是这应的，其他咱去过嘛的，下天他们记得把呀，我去那讲了的，公嘛都过来也讲了去派出去写的书籍，毛东西土木是拿到写书籍，俺大概也是，现在这个没事，俺光把了估计的培训啊写。估计这个家长记住了吧？就这，让我先说两个脏了些清楚啊。但俺这咱的下级住的，当然是不是干嘛当这下级住的吧？但俺这自己不怎么说呢，自己写不要嘛的。你看些看到这多，查在那相当看到的了。第二那天没养成不休息。抖音。